那路就听我拉给第一段到哪不要？有，哦，非得那个叫我们看到加深看到不要？有，我们做好尾巴好像两个样做结后，可能有，我还要了几有，有，那他要不要看到一口，我这里把铺哦弄好，就会有了几有的。咱把大飞的搞了，晒抖了，非要了几有。医生的哦，对就要拉嘎要了几有。有，这里很丢，都老了很丢，啥了？好容易了，说到这么了，大家是鸟飞啊，节目了进来。去沙漠，木上家的去20个木完了，那弄鸟了分钱木了，我这要新道具，还要买路去，而且还有路家啊，起码是一个木色有家哇。我的老人家这个东部的那个，那这个木不多到了嘛，多了那多，又木的啥了木了，木给有那这么蛮老了，也多这个，一名要只木口高老了，这要家去沙漠买个好这个。我们家那这我这里老吧，俺这我都能力对吧？我今个没肉，人家买家的都没嘛，我老妈几号在哦？俺家给我不了不得干噻，干可娘不得。给我，我是要不年了老，从不年多年就有了，对，要叫么胡就有了。我还要不要考驾啊？还要考驾要不要？半年还真几有了，对不啦？我还真不久啊，好比让你讲手机他们半年不，几有了，对，有叫么，几有了，非要你嘛要，还要真几有么对了，是他们半年叫么，我叫么对了半年，要还要你要女儿得叫么，送弄你么，半年要我对了半年了，少多好的东西，被么到还要我还没白到，兄弟们放嘛，不好。还有谁呢？还有谁？从10年没有半年了，几个还要搞我到多还要丢什么？把木从顶上。Alo， ai đây？ tôi xin quá chị à. Alo， nè。老，我真都买着啊！阿弟，买牛什么我都不能要这哦。我家要这个不得搞啊！我辈子朋友会干么好交的嘛呢？朋友会干么好交不要？朋友面啥子呢啊？中国明年老不能搞他，中国明年呢？